第21題，咁佢就問哪些是工業慣性 industrial inertia 出現嘅原因？有3個 option 啦。第一個就係搬遷成本 relocation cost 高昂，呢個係正確嘅原因嚟嘅。當工業佢發展成熟嘅時候，咁通常就要呢個起工廠啊，或者已經係喺附近請咗啲工人啊咁樣啦。咁搬遷嘅成本呢，就包含晒呢啲嘅嘢啦，包括工人啦、工廠入邊機器啦。當你搬遷嘅時候呢，就會出現咗一堆嘅成本，就係你要去新嘅地方重新去購置過呢一堆嘅物資啦，同埋請嗰堆新嘅人。搬遷嘅成本就係高昂啦，所以第二個 option 呢，就係開拓海外市場。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原因嚟嘅，開拓海外市場同埋工業慣性係完全冇關聯嘅。至於第3個 option 亦都係正確嘅，就係維持工業嘅聯繫，佢哋嘅 linkage。Industrial inertia 出現呢，往往就係當工業已經喺度發展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呢，可能同旁邊嘅其他廠房會有啲聯繫啦，或者呢啲供應商會有聯繫啦。咁當你搬遷嘅時候呢，往往亦都有機會係需要去改咗呢一啲原有嘅聯繫，令到你嘅工業成個嘅過程係要改過嘅。咁同上邊搬遷成本嘅高昂其實都係有一啲嘅關係。所以答案呢就係1同埋3係 boy 就會令到工業慣性 industrial inertia 出現。